放心吧，你们都不像坏人。没错，坏人怎么看都该像我们这样的才对。等等，啊？你们以为自己就算是坏人了吗？哼，就让本小姐来教教你们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坏人吧。他说要教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坏人。你妈妈没有教你，这种时候乖乖抱头哭就好了吗？那个真没有，不过他倒是有教过我怎么让别人哭出来哦。牙尖嘴利的臭小鬼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底细，你们不过是运气好，跟在那个隔在屁股后面混进了淘汰赛而已。这会儿可没人罩着你们了。哦，原来你的情报是这样的，所以说你们还差得远呢。身为坏人的第一课，首先要确实搞清楚哪些人你惹得起，哪些人你惹不起。现在就让你知道哪边才是真正惹不起的。这就是我们的战斗形态，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鬼们没见过吧？啊，我好像见过这样的。又好像没有。小鬼头们，听了别害怕，我们两个就是传说中预赛排名82、83的奇形和怪状，对吧？对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们两个本身实力一般般，但强在能力互补，一个能变形成剑人，一个又力大会耍剑，组合到一起的话，据说曾经打败了排名30几位的家伙，倒也有几分自吹的资本。原来我们这么厉害，大家都知道了。笨蛋，闭嘴！预赛结束到淘汰赛开始中间的3天休息时间，足够打探出很多消息了。特别是像你们这种招摇自大、不知遮掩的笨蛋。我才不是笨蛋。身为坏人的第2课，展现实力和威慑虽然很有必要，但太早把底牌都亮出来给别人知道，
那就是自己找死了。看他！头上有破绽，哎呦，好疼！脚下不够稳，重心偏一边。左右不对称。看看你们，浑身上下就没有一个地方不欠揍的。你傻愣着，快还击呀！说的简单，疼的又不是你。下一次打头，这一次打手。来左脚，右脚，左脚，左脚。哎，都告诉你了，还躲不过，真是笨到没救了。Game over。太厉害了！不能这么欺负人的。喂，起来呀，笨蛋！剩下你一个了，还有什么压箱底的招数吗？别动手！你不能过来！你还不知道我们的分数？你3分，他2分呗，一早就暴露啦。没有后招了吗？那么现在轮到你来猜一猜了，我的分数牌又是几分呢？等等，凯莉，干嘛？那个，我是说，反正他们都输了，就放他们走吧。放了他们？你傻的吗？他们刚刚还要打我们，而且不打他们，我们又要怎么凑齐分数从这鬼地方出去？可是，安丽姐和罗德烈都说有办法不抢别人的分数牌，就让大家都通过比赛的。方法是有的，就是可能会有些难度，还有，得要先收集起我的部件才行。等等，你信他们？哼，那是你的事，反正我可不信。凯莉，我只是不想看你这么做。身为坏人的第3课，该下狠手的时候就要下狠手。所有婆婆妈妈犹犹豫豫的家伙，最后肯定只会给自己带来我要还呀大麻烦。所有婆婆妈妈犹犹豫豫的家伙，最后肯定只会给自己带来我要还呀大麻烦。看来我作为一个纯粹的坏人，也还不太够格呢。
丽！真呆，太天真了！你们这些家伙，将来一定会后悔的。趁早躲远点吧，小心我改变主意哦。如果你们是在找那个样子的东西，我倒是似乎见过。真的吗？在哪里？会发光的类似形状的玩意儿，记得是在路过一片全是金属的废墟的时候见到过。具体位置，就不记得了。金属废墟？难道就是我们之前经过的那里？那我应该有感应才对。哦，对了，那时候为了躲避追兵，我把和部件的共鸣暂时屏蔽了。你怎么会突然这么好心？难道是发现自己没有做坏人的天分，打算转型做好人了？哼，这样我们就扯平了。下次有机会，我一定会干掉你们的。不过，要是真有不用互相为难也能通过比赛的方法，那我倒也有点想见识一下，就那么一点而已。一个个都装模作样的。凯莉，我们已经商量好了，马上就回那个金属废墟找找看。等等，哎，怎么了？你们要带那个家伙一起去吗？这个，安丽姐现在也在被人追赶，我觉得不能放下她不管。你还真是有爱心啊！哼，先说好，我可不同意他入队。你要非让他加入，我就离队。找到了，这，你们要找的东西在那个方向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的占卜很准的。可是金属废墟并不在那边啊。你们要找的东西不止一个，而且在移动。哦，好像也不是没有可能。那不是正好？正好我也不想跟这个家伙一起行动，我们就在这里兵分两路好了。啊，兵分两路？没错，金和我一起去那个金属废墟，而他就和紫堂幻顺着他占卜的方向去，既节省时间，而且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两边都有收获，岂不是美滋滋？听起来很有可行性啊。等等，这样不妥。紫堂幻和安丽杰都在被追杀，要是他们两个一起，岂不是所有的危险都要冲着他们去了？这可不行。没错，而且他们两个的分数放在一起，总之就是不太妥当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啊？哎，这样不就行了？我跟安丽杰一队，紫堂幻跟凯莉一队，问题就都解决了。好，那就这样，你可不要后悔。哈哈，这有什么好后悔的？少说两句吧你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干脆再来打个赌好了。打赌？我们就来比比谁先找到那个鬼部件，输的人就要离开小队。